特别过年咯，也毋过警方的执法是无假期的。新竹一间地下赌场以免费的毒品来招赌客上门，虽然是创立喺徛嘅地下室，也是去由警方破门掠人。全部趴下！来趴着，趴着，全部趴着！ 阮用这个话，大家拢乖乖拍咧。这内面有真侪放假的学生，这个职业交警秘伫人家厝的地下室，拢当作讲未被发现。阮经冲入来时，大家煞走无路。新竹县新丰这间交警有10个人秘伫这里跋筊，拢总互人掠起来。日营业额曾高达新台币数十万元，并提供赌客免费吸食毒品。 就是看准年要到啊，学生的手头较灵，用免费的毒品吸引来遮跋筊，一来就30、40个人，加在远近攻破这个所在，将所有物件拢总查扣。警方用铁腕行动宣示讲，打击不法无假期。